民国66年，渔港分校成立以后，79年，渔港社区发展协会所关建的大厂处理廊，已经是陪伴侪校友珍贵的回忆。不过，古早味的大厂已经无符合国家安全标准。学校为了顾安全、保留情感，嘛符合三昆新的地理，所以用力向前活力加幸运的海洋造型，加上重新彩画换上新衫。后面则是引进台东圆形的石头，水势凉爽。这款争取90万替大厂整容画坏结果，这下课学生就是总来佚佗。这些游戏当中最喜欢哪一节？溜滑梯。为什么？因为那溜滑梯溜很快，溜很快，然后溜下来凉凉的。你呢？你最喜欢什么？我最喜欢这个石头，为什么？因为那个石头很圆，然后打到不会痛，就是摔下去也不会痛，然后躺在上面会很舒服。是，所以下课就喜欢来这边玩。对。你呢？跟我们讲一下。荡秋千，可以荡很高，而且很快，很好玩。又安全，对不对？对。而且有时候飞车的时候会被抓。这里不行飞车。你们很开心。有。过去学校内大厂处理廊，现在真正毋是拆掉，就是变成装置艺术摆好看。不过，渔港分校伫校长甲师生的努力，以全新的面貌来迎接所有小朋友。我们的其中一个大象溜滑梯是我们渔光分校的校友共同的回忆，所以我们突破了很多的法令规定，也克服了很多的一些技术上的层面，我们把它保留下来，而且我们也成功的让我们这一支这个在渔光分校这个从民国79年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大象溜滑梯给保留下来，而且不仅校友很开心，我们现在小朋友也非常非常的喜欢，这应该是全国独一无二，具有海洋风味，而且大象上面有一只这个象征我们三鲲生这个鲸鱼这样意象的一个溜滑梯。渔港分校透过大厂处理廊的改造，加所有特色游戏中的呈现，希望看见学生的笑容，继续创造书生美好的记忆。台南新闻，阮自何乔邦采访报道。